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咧，其實有唔少嘅嘢都已經同人工智能息息相關㗎啦，衣食住行。大家平時屋企嘅智能掃地機械人啦，市面上有唔同嘅車輛都有自動駕駛功能啦。你部手機入面嘅面像辨識技術、Face ID， 仲有 Siri 嘅語音辨識功能，呢啲等等都依賴咗 AI 嘅深度學習嘅功能。其實不知不覺，我哋嘅生活當中咧有唔少嘅嘢都用咗 AI， 你又知唔知呢？人工智能咧，佢可以一瞬間入面幫你處理大量嘅資料啦，包括有影像啦、文字啦、聲音啦等等，佢都處理到嘅，同埋可以幫你整理到重點啦，方便咗我哋搜尋資料同埋整理嘅工作。第二啦，人工智能其實係一個超級嘅員工，試想像你請咗個人24小時都唔使瞓覺幫你做嘢嘅，自然你嘅工作效率都高咗嘅。最後啦，就喺創意方面啦。我哋大家畫畫或者進行藝術創作嘅時候，最煩惱嘅係咩呢？就係想像唔到個畫面出嚟會點。而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我哋去生成一啲我哋想像唔到天馬行空嘅意見，令到我哋咧喺創作方面，甚至乎日常生活方面，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想像空間。第一，包括就係 AI 嘅虛假資訊啦。其實人工智能點解看似好萬能，答嘢非常之迅速呢？其實佢依賴網上大量嘅數據庫進行學習嘅。而上網，任何人都可以發佈資訊，任何人都可以講嘢嘅時候，當中會有啲係虛假、未經證實嘅資料，甚至乎有錯誤嘅資料。當我哋過分依賴人工智能，佢俾咩我哋就用咩嘅時候，好可能我哋就會唔小心用咗錯誤嘅資料，做咗錯誤嘅決策。咁其實隨之而嚟都有啲安全問題嘅。隨住 AI 科技嘅進步越嚟越普及化啦，任何人都用到嘅時候，當然有啲不法之徒會用 AI 技術去進行犯罪嘅，例如會用 Deepfake 技術去生成虛假嘅身份進行詐騙，或者利用生成技術生成不雅圖片進行勒索。最後一個就係我哋經常會忽略嘅隱憂，就係情感依賴啦。我哋好多時候會當 AI 係朋友咁傾偈啦，因為佢覆得好快，而且講嘅説話啱聽。但我想提醒大家 ，AI 其實佢係冇道德觀同埋冇感情嘅。佢所講嘅所有看似溫暖嘅説話其實都係演算法導致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長期依賴人工智能去做情感陪伴嘅話可能會令到我哋疏遠咗現實同其他人嘅關係啦，加強咗我哋嘅孤獨感。首先第一就係事實查核啦。當我哋用人工智能嘅時候，請你要用唔同嘅事實查核工具，例如以圖搜圖，甚至乎利用喺用 AI 嘅時候，要求佢提供資料嘅出處，去確保資料嘅真實性啦，避免俾佢誤導。因為要記住，人工智能唔係100%正確嘅，我哋都要靠人類去做 fact check 嘅。第二啦，就係我哋要保護自己嘅個人資料同私隱啦。啱啱講過，人工智能係靠網上大量嘅資料學習。如果你將我哋一啲私隱嘅個人資料俾咗人工智能嘅話其實就等於將你本日記俾咗個陌生人睇，其實可能會引發一啲危機嘅。跟住落嚟，第三就係情感依賴啦。當我哋用 AI 嘅時候，請你要記住，人工智能所有看似溫暖嘅説話都只係程式嚟嘅啫。當我哋真係需要陪伴、需要揾人傾偈嘅時候，請你揾返真人去陪伴你。到最後啦，請記住，人工智能只係我哋嘅工具，我哋要令到自己成為佢嘅主人。我哋要培養我哋獨特嘅抉擇能力啦，同埋培養我哋分辨資訊嘅能力，避免過分依賴。咁其實而家市面上都有唔少嘅資源去講咩係媒體素養啊，同埋 AI 素養嘅。如果有需要嘅話，其實可以上去浸大嘅事實查核網啦，甚至乎有政府亦都有防騙視伏器去避免我哋被詐騙。我哋青協都會有一啲嘅媒體資源素養網，入面有唔同嘅資源俾大家免費使用嘅。同學仔，考一考你，以下呢3張圖片，邊啲係 AI 生成，邊啲係真人嚟嘅呢？開估啦，其實答案3幅圖片其實都係 AI 生成嘅。呢3張圖片，大家係咪都好難分辨呢？其實而家市面上嘅 AI 技術越嚟越先進嘅。呢3幅圖片，我大概用10幾秒就生成到啦，而且非常之逼真。所以同學仔平時上網睇嘢嘅時候，請你留意下，要培養自己事實查核嘅能力啦，甚至乎培養埋自己觀察事物嘅能力，避免受騙。